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一起学习我们的真无人生，已经到最后2次了哈，就是第20天啊，它的总主题叫做拓展关系。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提起过，它这个4个段落哈，拥抱意向、克服危机、建造人格。那第4个就是等于群体的关系。我们期待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美好的教导，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际关系，还有包括我们在群体里面，你在公司，你在你的学校，或是你在教会里面，都能得到造就哈。那我们今天呢的这个已经进到第20天，20天是凝聚亲和力。那我们看到这个亲和力，我们第一印象就会讲说我人跟人之间，我这个人很有亲和力这个长辈很有亲和力，或是这个主管，或者这个老师或是政治人物，然后说亲和力呢，这个是一个我们习惯用的名词。不过在这里呢，亲和力有特别的用意那我们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啦，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做亲和力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呢，大家很注重人际关系。那以前的我们的人类的生活呢，也许你在一个村庄里面，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可能生活上能够各自给自足，能够应付你的所需，也许有些人真的是一生就不问世事，他可以完全的生活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不过现在这个社会要做这种人不简单呐。第一个，要么就是非常有钱，非常有钱，他去買一个小岛就住在那边都不用缺乏另外一种是就是社会没有办法去依赖的就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他只好躲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在这个社会立足，你一定要跟人产生关系，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必备的，而且是你必须要去学习、去突破的。我们常在研究说，我们不同的人格，对不对？我们不同的人格特质有人天生就很容易跟人家相处，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人，我觉得很可爱，他不会觉得你是长辈，或是你是大我好多岁的，我就跟你有一点距离，不会的，他就会主动跟你聊天跟你产生一个非常棒的互动。但是这个不一定人的天生特质都是这样子，有人本身就是怕生，不愿意跟陌生人接触；有些人是觉得看到人就口急了，话说不出来了，感觉上好像很难沟通这都是我们的特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现代无论是你天生有这种个性，或是你没有，你都要去勇敢去突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也是现代很多学科里面特别管理学方面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那现在企业在征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个列入他重要的项目，就是你跟人家能不能相处。你不能要自己搞自己的，跟人家不互动。你的团队里面，你能不能跟人家沟通？你的沟通能力变成是你一种生产力，你的创造力。那我们就更知道，在现代的网络时代呢，团队合作更加是重要。因为你靠一个人单独作业，除非是天才啦，不然的话已经没办法去单独一个作业。我们看到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呢，他们一招那个工程师或是一个研究室的团队，哇，都要好几百个人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发明出来。那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运作。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千金买田，万金买邻。”以前呢，我们生活的那个范围不大，所以呢，亲朋好友、大家族都聚在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地区他们会什么许家村，对不对？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欧阳村的还有很多的聚落，就是同样一个姓的啦，大家彼此能够照顾、彼此关怀。但现在不是啦，
现在有一个3代同堂就已经很感谢主，因为大家各自工作都分散掉了，所以我们才说千金买田，万金买邻。那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大楼里面呢，你跟大楼彼此有美好的关系，你会住得非常的愉快。如果天天他为了垃圾，为了什么什么什么门禁吵架的话，你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你这个大楼里面充满了一些冲突的存在。那你的家人又不在你旁边，所以呢，你会跟亲朋好友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跟在那个邻居也有美好的关系，都是现在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具备的功课。那古代的希腊的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这位亚里士多德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著名哈。这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衍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据，而且是事实。这事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杰出的团体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这团队它必须是整体大于总和的，是彼此很团结的，彼此很和谐的，彼此关系良好的，这样才能让这个群体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就。所以呢，如果没有团队合作，那也许你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这个优秀的人才他的潜力没办法发挥不出来。那最近呢，大家年轻朋友都很疯那个足球，哇，一个足球要1个月不得了很多人都彻夜熬夜要看足球赛。最近一个足球的新闻，大家很注意，就是说原先大家很看好这一个阿根廷队，因为他们都是传统的强队，对不对？而且尤其阵中有一个超级明星叫做梅西梅西不过第一场打下来大家头都低下来了，哎呀，怎么会这样？竟然被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冰岛打平了那个梅西真的觉得很懊丧，但没想到第二场又打输了，打输一个克罗埃西亚，而且是3-0被打爆了，哇！听说梅西在哭也许对这个足球没有兴趣的人不了解这个新闻但是很多人就在批评评论一大堆文章评论起来。其中有一个法国的那个以前的足球队员就在评论，他说梅西是天才没错，但可惜他阵中没有一群同心协力的人才，所以呢，你再怎么厉害，最后你门一脚没有人帮你，没有人攻你球你就输掉了还好听说冰岛这次又这一场打输了，所以让阿根廷还有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那也许大家看这个足球就在讨论了很多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一个天才的球星，但是在一个没有办法同心合力的球队，那他只能在那边哭丧同样一个天才球星，就在另外叫 C 罗，哇，他第一场就进了3个球，那他的团队就跟他配合得很好，哇，让他发挥，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看到说，确实啦，你如果要让优秀的人才能够在你的团队当中发挥出来，是要有一群能够让你配合得很好，然后会让这个优秀人更凸显。如果不是，这个人才可能就埋没在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团体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思考今天的主题啦，为什么会讲亲和力？那其实呢，亲和力这个字，我们从生活上好像这个名词很常用到，不过它在提起的时候，这个亲和力这个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化学方面的专家，它是讲化学的名词啦。除了化学这个亲和力这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中文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亲和力是一个化学的名词。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氧跟氢，氢跟氧，就两个
两个氢分子，一个氧分子，就变成水。那个水就是我们生活上最常用到的，它是很稳定的，啊，不会随随便便分开哈，不会随便分开，因为它们亲和力很棒，啊，这两个这个分子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水跟硫酸也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但是强到啊，我们人类没办法适应，因为它太强了，一下子就起作用，啊，就会产生爆炸。啊，所以我们常常说硫酸呢，啊，要使用很小心，也不要碰到水。其实呢，我们最常用，我们家庭主妇也碰到。你知道，你在那个炒菜，对不对？啊，你弄了油进去，哇，开始爆香爆香。你小心不要弄水进去，水一进去就噗啊，因为水跟油就没办法连在一起，它就会产生一种作用。那所以呢，水跟油那就没办法。还有染色剂，染色剂呢啊，在化学名用词来的有亲和力的话，这个染色会非常的均匀，非常的漂亮，颜色非常的美。它如果没有办法亲和的话，你染上去没多久就褪色了，就脱掉了。啊，所以这些的一个亲和力的一个用词，但是把亲和力拿到人的关系，那就很有意思了哈。那我刚刚讲说水跟油没办法亲和，所以呢，一旦在海上遇到邮轮失事的话，那真是大灾难。那应该在10几年前呢，在台湾在那个垦丁附近的龙坑啊，有一艘船啊就搁浅了。哇，来不及把那个油卸下来，不得了啊！那个油破裂，油箱破裂，哇，整个海岸都充满了油污。因为他们不只是用柴油，还有一种是因为那个轮机要用到那个什么，那个比较重的重油，要做润滑用的。哇，露出来整个龙坑的海岸，原来是一个珊瑚礁很漂亮的海岸，都充满了那些黑油啊！哇，还要看到一群人哈，穿那个白色的储物的用品，然后去把那些油把它吸起来，吸油毯吸起来，我不知道经过多久，那边才慢慢恢复。那更不用讲说阿拉斯加啦，很多地方产生的邮轮失事啊，那个真的是大灾难了。那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人类最大的一个困扰之一，因为一旦邮轮在海上发生问题，整个海岸都被污染了。那曾经在那个墨西哥湾呐，哇，发生了那个海上的钻油平台爆炸，那不得了。前几年前，因为这样造成一家大石油公司垮台耶，大石油公司就破产了，真的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邮轮啊，这个跟海水就没办法结合在一起。所以讲这一些是让我们知道说亲和力的意思。就是两种东西能够合在一起。那如果是化学名词，我们很理解，因为这些有些是普通的常识。那我们可能更要去看到说，亲和力在人际关系是怎么理解。我们知道说，在人际关系如果亲和力强的，它不只是我个人跟别人亲和力是一个群体里面大家的亲和力好，能量就会产生出来，彼此牵引。有共同的话题、心思意念，也有共同的创造了一个丰富的果实。因为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因为整体会产生激荡，整体会产生激励，整体会产生影响，整体会产生扶持，然后整体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亲和力强，那就产生更多的能量，更会发挥很多的创意。我想为什么？很多的团体，它看起来是名不见经传，但是没多久就看到他们非常的耀眼，因为他们这个群体的就充满了和谐。昨天我看到新闻在报道说，台湾的这个什么金曲奖在颁奖，就很注意到看到说，有一些团体就是这个合唱的团体就是表演的团体，有的哇表现得很好。看他们发表的诗歌，发表的一些表演非常的有创意一了解一报告才知道说这一个群里他们已经在台面下，或是我们说地下乐团不知道熬了10年了，熬了好久，他们就一直天天生活在一起，彼此激荡，
啊，创造出人家曾经没有碰到过的那些音乐的元素，那就被选上啊颁奖了。那我们除了团体之外，我们教会更要如此的。教会有亲和力，那是一个最棒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互祥教会在今年的和会手册里面，有特别把我们一个目标、我们的意向，还有我们的使命啊，做一个标示。我们周报里面只有标示了我们今年的主题了。其实我们一直持续要努力的方向，其中一个主题，我要邀请大家很短一起练一下我们这个使命宣言，好不好？预备来，爱网重重，健康教会，富感染力，属天家庭。那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教会要往这个目标来建立，也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爱网重重，大家彼此相爱，那个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因为里面有医治，里面有祝福，里面有关怀，里面有造就，里面有门徒的培养，那这个教会才健康。而且呢，要有感染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那种爱的交流，一种热情的传递，还有对意向的坚持，都彼此会感染。然后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而且这个家是属天的家庭，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充满神祝福的一个家庭。这个教会是要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牧师特别提起说，我们的教会要有亲和力强。亲和力强就是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文化。那请记得这个口号很好讲，口甜、脸甜、心甜，那是从心甜开始从心甜开始，你的心要甜，心的甜。如果没有被上帝所触摸，如果没有被圣灵所改变，你的生命没有翻转，我看你只能装2次心甜2次就受不了，因为你自己心中有苦毒嘛，你心中有怨恨嘛，你心中有嫉妒嘛，你心中有不平嘛，你怎么心甜呢？如果不是从心甜开始，你怎么样让你的口甜跟脸甜？我想这个都是装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一些卖场、一些百货公司有些那个工作人员训练不到位表面上说欢迎你其实都不干你的就不甩你的，你会觉得说这个欢迎很假，对不对？昨天我听到那个柯文哲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在讲说这个台大医院病人太多了病人太多了，所以排一大堆那个队在那个什么急诊室准备要住院所以台大只好要叫他们的工作人员要服务差一点，故意服务差一点，就脸色不好，让大家不喜欢来被骂惨了被骂惨了其实有一个和谐的气氛，笑脸心甜，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那个关键在于说，你的心怎么样被激励，你的心怎么样被生命圣灵所改变。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亲和力高的教会、强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它会有共同的意向，它的目标很明确，方向很一致，不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各搞各的彼此表面和谐，其实里面斗争的不得了。那这样的团体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堪一击啦，马上就显示在教会的一个成长上面。所以圣经很明显在告诉我们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新翻译的圣经很简单，他说没有上帝的引导，人民就放荡无忌了。一艘船没有方向，那不得了你怎么划？船怎么走？因为没有方向，你就乱跑。上个礼拜端午节不是大家在划龙舟吗？哇，以前大家很热闹看，现在不大喜欢看了因为就是很习惯了。其中就有一艘划龙舟的很奇怪，一开始划动它就转到海岸边去了。大家觉得怎么搞的？这艘船怎么钻到旁边去了？原来是船上的人员他没有训练好，有人拼命划，这边又没有划好这边力量太大左边不够力量船就歪了那个弄桨的又不会那个打锣的又不会讲暂停，往左边
所以整一艘船就在那边绕圈绕圈绕圈。等他回到航道的时候，已经输人家一大截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得胜了。所以呢，意向的意思是大家有共同的方向，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如果你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你会发现家里的成员大家都同心协力，因为我们要营造一个更美好的家，我们要营造一个家庭更温暖的，你会努力去突破。所以团体很重要，这样方向明确，就会充满了战斗力。所以呢，古代的帝王大家很熟悉的成吉思汗，他说了一句话，说一个人做梦那只是梦，但是众人一起做梦，梦想就会成真。众人一起做梦，梦想就会成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一个人自己想说，我希望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人家笑你说你不要空思梦想了，不要白日梦了，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消极，非常的一个负面。请记得，约瑟当时也做白日梦，但是这个梦是神给他的意象。你看他一生就往这个方向走，他无论被卖到埃及为奴，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他都没有放弃这个意象。你看，神就带领他跟全体的百姓共同做这个梦，后来这个梦就实现了，他们的民族得到保存了。后来又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圣经，约书亚已经把约瑟当时做的梦实现了，呈现在迦南地里面。你看这是多么美好，而且是时间延长了好几百年的事情。所以记得，一个教会如果牧师在做梦没有用，因为没有同工嘛，没有大家的同心协力啦，没有大家看见同样一个方向嘛，牧师可能做了半死，累得半死，到最后都没有什么成果，而且还可能被骂说你干嘛做这种事情？因为大家不同工。但如果说牧师跟我们的长职，跟我们的所有的小组的同工，大家觉得说好，我们教会就要做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我们要怎么做啊？要从头来啊，从努力来啊。怎么样让这个实现啊？这个都是我们一个方向，那你们就会天天愿意为这个事情摆上祷告。你愿意在群体聚会的当中，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提醒，一起激励，然后这个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这个美好的一个学习哈。感谢主。那成吉思汗他为什么到现在一直被人家所纪念？因为他曾经创立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王国。感谢主，我们一起做梦，这个梦就会梦想成真。那我们看到亲和力强的那个教会哈，亲和力的强的教会会怎么样呢？亲和力强的教会就很像很强的一个染剂，一染上去，哇，那个颜色分明啊。那非常非常的我们说色彩斑斓，感到非常的亮眼，感到非常的好看，因为它能够吸引各样的人才在里面。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这特性跟一般的公司、一般的军队或是一个行政团队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在军队里面，它是有一个命令在的。有一个权柄在的，是军官他可以领导这些军人，你不做我就处罚你的。那在民间的企业，可能不是用处罚的，但是我可以用奖金来激励你。哇，我分你几个股份，哇，让你去激励为老板卖命，对不对？但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是人才，各样人才济济，而且是不同的背景都在里面。你怎么样朝一个共同的方向来努力？不是靠奖金啊，也不是靠军队里面的权威啊，就是国家的法令啊，都没有啊。要靠什么？就是靠大家愿意臣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教会成员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嗜好，不同的专长，不同的学历，但是大家能够和谐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把神放在最前面，愿意被神所带领，愿意被神所遮盖。那这样的教会
就会产生比公司、比我们所谓的军队、比国家的政府的单位更强的一种创造力，因为大家被神的能力所激荡，不是靠奖金，不是靠命令，不是靠威胁的，不是靠处罚的。感谢主，一个教会里面，如果看见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些成员越谦卑的，尤其他在社会里面是高阶的知识分子，然后在教会里面更谦卑的，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出说，这间教会有多么大的亲和力啊！在韩国曾经出现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呢，他们韩国都要像我们台湾这样，现在台湾已经撤除那个什么征兵制了哈。韩国他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去当兵，当2年到3年了。有一次呢，一个军队的2个同伴就跟他讲说：“某某朋友，你要不要这个礼拜跟我到教会去做礼拜？”那他还不是基督徒啦，他就讲说：“我干嘛跟你去哈？要去玩要去外面郊游啊？为什么要跟你去教会？”这位军人就跟他讲说：“你相不相信？我今天带你去，我们的司令会跟你敬礼。你知道当兵阶级很分明，对不对？班长就可以作威作福了，知不知道？我们的张弟兄呢，也在军中当过当过军官了。军人是很阶级分明的啦。那个军人就觉得说，你讲这个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干嘛？我们的司令会跟我们行礼的。我说你跟我来就对了。真的礼拜天他就在教会大门口等他。我们一起进门进礼拜堂。一进礼拜堂，第一个接触的是谁？是招待人员。就有一个很和气笑容满面的接待者，就说平安，欢迎你们来参加聚会。眼睛注意看，真的是我们的司令我们军队的司令。因为这个军队的司令呢，在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而且他被派到大门口负责接待人所以难怪这个小兵说我们可以我们的司令可以给我们行礼好，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说，这间教会一定是非常有亲和力的，因为大家不会把外面的那个官阶，把外面的那些职位带进来教会里面，大家在主里面就是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只有彼此帮补的作用，不是用其他的阶级来互相比较。那这个教会就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和谐，非常有亲和力，非常得蒙一个应允那我们也看到亲和力差的教会怎么样呢？就一盘散沙一样，所以跟水跟油没办法合在一起，甚至这会造成污染。甚至让上帝的名受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把神放在一边，所以这种教会有时候会彼此攻击的，彼此挑剔彼此争辩，觉得你的对，我对不对你做得好，我做不好，甚至最严重的是什么？大家把上帝的名字拿来用来攻击对方。到处说拿圣经的话语要教训对方。我看这间教会迟早就要没落掉，因为不敬畏上帝，还用上帝的话来当刀当剑，那还得了？到最后呢，崩坏了，羊群离散了，那是多么可惜！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教会的成员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那一股气，那股气如果散掉了，你要重来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些公司他们出产的产品被人家查到说里面有比如说有不该参加的杂物啦，或是里面有一些毒性，一被公布起来之后，他的产品就永远没有人要买了。那教会也一样，教会要兴旺很困难要每一步都要到位嘞，但是要垮下来很快，只要把上帝挪开这间教会就永远没有再兴盛的一天了。
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我们要具亲和力？这个亲和力不是说，我们要不要的问题，是你不这样，就没有办法造就一间教会成为一个强盛的教会。那我们要一起来说，就是说，这个教会呢，它真正的亲和力，不只是我们说化学的名词，不只是我们自己呢，我们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的一个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上帝连结，跟上帝连结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根本。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化学名词演进到人际关系，再把人际关系演进到整个属灵的世界。约书亚记第23章就是一代领导人约书亚他的遗言呐，他的遗嘱，他一生跟随着摩西征战，然后领导百姓进到迦南地。他可以说一生奔波劳碌，都是在旷野度过。等到整个迦南地都大势平定了，应该可以坐下来享福了。其实通常他都已经年纪大了，只能回忆过去怎么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大的挑战，但是要坐下来，要安顿下来，已经年老了。所以当他知道说我的人生是怎么经历的时候，他就很迫不及待的要把他人生最精华的部分传递给下一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言，因为他没有办法重来，他不能说我当初犯了什么错误我再年轻一次了，我重来。他只能够谆教诲，让自己的子弟，让自己的下一辈说：你不要犯我曾经犯过的过错。那什么样才是最棒的引导？什么最棒的方向？你就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对了。我们台湾很多第一代的创业家，哇，他创了非常大、非常棒的一个产业。然后对他的子孙如果没有好好交代，通常子孙就把他的产业就花光了，那这太可惜了。所以呢，一种时不我与的感觉，他最大的心力就是把他人生最精华的经验分享给他的下一代。所以约书亚这时候有好多的话要对百姓说，关键中的一句话就是23章第8节。就是说，你们到现在一直忠于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继续对他忠心。因为不同的翻译啦，其实跟我的主题连结是同样一个意思。因为呢，约书亚他讲的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是他一生的经验的总结。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迦南地，这个以色列民族，他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为什么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在这个强敌环视之下，他们就是忠于上主，就是依靠上帝，跟上帝连结。那和合本的圣经说是专靠，就是没有其他的，就专的靠上帝。那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些翻译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学习啦。其实连结台语的。专靠是和合本，忠心是现代本，那等于就是跟亲和力同样的意思啦。因为连结专靠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它是说紧紧的连着神。那现代的希伯来文把这一句话还是留在现在用。你知道我们从中文里面有一些古代的用句以前是用法是不一样到今天又换了一个新的用法。那个文字还在，但是用意都不一样了那希伯来现代人用的是这一句话，连结跟紧靠的意思是连着记的意思用在现代的希伯来人，就现在以色列人在讲的话，连着记就是以前的专靠。那所以我们说连结上帝就是紧连住上帝了。那有科学家专门在研究小昆虫的他们研究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有一种蜘蛛这个母蜘蛛，你知道蜘蛛它会孵卵，对不对？一孵出来，哇，可能好几十只、好几百只的小蜘蛛。然后这些母蜘蛛你怎么照顾这一群呢？哇，它都跑来跑去动来动去在这个它所结的网在那边活动。那很奇妙，就是说小蜘蛛有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了。奇怪，
这只母蜘蛛马上知道，马上去把它拉回来。可能有别的昆虫要吃小蜘蛛的时候，那只母蜘蛛马上跑过去。那昆虫学家都觉得好奇妙，为什么？这只母蜘蛛到底是有多少个眼睛啊？多少个那个听力？为什么能够厉害？然后就还努力去研究，用放大镜，甚至用更大的倍数的镜去看到说，原来这只母蜘蛛孵下的这些小蜘蛛，它还有一条细看不见的线跟小蜘蛛连在一起，就难怪小蜘蛛一动一静，母蜘蛛都知道。那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动物行为了哈，也是说上帝的一个创造。那我们从这种现象去感受到说，其实我们跟神之间呢，要有一个紧紧连接的生命线，就跟母蜘蛛跟小蜘蛛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我们生命跟神有连接，才能像以色列人在那个凶险的迦南地存活。我们在这个世界才能够维持跟上帝的关系，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连在一起，跟上帝紧密连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很清楚的讲了这一个结果，就是说跟神连接，专靠神，忠于上帝，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23章9到10节这样说：你们推进的时候，上主已经把又强又大的民族赶走，到今天没一个国家能够抵挡你们。神亲自做，因为他们专靠神，神就这样的完成了。他还讲这句更让人家感觉非常有信心的话，他说：你们当中任何一人都能够击退1000人。请问1人跟1000人怎么比呀？是神的大能才能做到。他说：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照着自己的应许为你们征战。照着应许，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连结了，神就帮你做事。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在生命当中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有些时候你要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能力，甚至靠自己的人脉，想要做成什么事情，再怎么做都做不好。要不是有这个缺失，就是有那个阻挡。但是你说神啊，我依靠你，专靠神的时候，神就帮你出手了。神帮你作为的时候，会像1人赶1000人的力量，而且非常的轻省。那这个就是信心的力量啊！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你自己跟神的建立啊。那你的连着剂够不够连？那就是你跟神之间一个信仰、一个属灵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有他的软弱，有他的罪性，我们需要靠主耶稣的十架来造成这个亲和力。就是我们跟神连在一起，要靠耶稣的宝血。所以呢，我们原先呢，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我们跟上帝原来亲和力就很好的，就像蜘蛛跟小蜘蛛一样，完全没有距离的，完全能够马上感知的。但是因为撒旦介入了，魔鬼的介入破坏，我们就进入到犯罪的状态。因为犯罪，我们就跟神脱离了，就像蜘蛛那条线断了，人就自行己路了，就犯罪了，违背了神了，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就在外面漂流了，要受苦了。那感谢主，因为上帝爱我们。人的本身他无能为力，就像水跟油没办法混在一起。但是，一旦借了第三个能力、第三个物质，就是耶稣的宝血，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是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基督的十架把这些罪性、把这些这个脏污都除去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洁净，然后跟上帝重新连接起来。那所以请记得，不是靠自己。如果你自己有办法，就自己洁净就好了。因为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接受耶稣，你要相信耶稣，你要说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你来帮助我。所以呢，有人用这种比喻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这个化学做到非常的极致啊。现在我们生活上流行一种东西叫做便利贴，那另外一种叫做3秒胶。同样是年纪，但是它的功能差别很大。
我们跟上帝怎么连接呢？我们期待我们不要做便利贴，便利贴的亲近哦，风一吹就没了。通常便利贴是贴一下，交代一下一件事情。通常我们会把便利贴贴在冰箱，说：“哎，老婆啊，回家记得帮我泡一杯茶，或是干嘛的，就是贴一下啊，就要撕掉了。”但是3秒胶不是，3秒胶一连哦，就永远连住了。3秒胶有时候你不小心连到手指，会连在一起耶。我曾经碰过一次，啊，不得已啊，真的拔不掉，真的用小刀慢慢把它割开，把第一层皮把它破坏掉，啊，稍微流血。那这个3秒胶的比喻是说，你要紧紧连住，即使是流血，你还是不想离开呀。那就好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连住神，但是有时候有罪来产生你的阻扰，甚至好像要流血的抗争，要征战呢。但是我都不怕，因为我要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便利贴跟3秒胶之间的比喻，这样当然生活上便利贴也很好用啊，很好赚钱啊，对不对？发明这个便利贴的11M 啊，哇，赚不知道多少钱，这个专利不得了。不过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形式、那种性质，我们怎么样跟神之间产生一种3秒胶的关系？那3秒胶是很快就连住了，就不分开的。那我们自己没办法制造3秒胶，是因为我们必须最后要借着圣灵来培养这种能力。因为耶稣宝血洁净了，那圣灵的大能继续来保守你，让你跟神一个美好的连结。所以呢，3秒胶的比喻是什么呢？很像圣灵的动力。我们借着圣灵大能，才能培养出属灵的力量、属灵的元气、属灵的信心。感谢主，因为约书亚他一生的经历，知道说这件事情要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他讲的口气有一点是像命令的口气，所以要大大壮胆。大大壮胆就是不是小壮胆，是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怎么样都不能离开，坚持。所以23章第6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坚强，遵守摩西法律书上所写的一切命令，不偏左，不偏右。坚强，要勇敢，要努力去坚守，因为跟上帝亲密，才能够立足在迦南地。感谢主，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交代百姓要这样子做。因为你们要遵守亲密，要遵守上帝的话，就能得到属灵的力量，就能在那个迦南地立足。那到新约里面一个新的进展了，因为我们不必再靠着守律法来得到神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必靠着守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救赎，而且从圣灵里面得到真正的元气跟力量。那这个是神在新约时代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福分的。所以为什么旧约时代很多以色列百姓常常违背了神？因为他们只靠着守律法，守律法又守到最后变成变相的一大堆捆绑，到最后变成一种法利赛人，就专门在用律法来责备别人，来骄傲别人的，到最后变成跟神都离开了。表面上好像守得很好，其实跟神都离开了。难怪耶稣骂这一群那个法利赛人骂得很惨。那主耶稣重新恢复了，用宝血来带领我们回来，然后赐给我们圣灵，让圣灵成为3秒胶，让你接触你就跟神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要从这边得到的学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就这样子的忠心忠于神，然后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典范。我们教会今年已经42年了，在这42年中，神带领我们教会很多前辈，他们敬虔在神的面前，他们愿意为神所用。所以我期待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从这些长辈学到这4个重要的一个信心呢。第一个就是敬虔聚会不缺席，第二个研读圣经不懈怠，第三个是热心服事不推迟，第4个是甘心奉献齐感恩。
我们这些圣徒有的已经离开到神那边了，我们期待这些美好的传承一直在我们当中。就好像约书亚已经到年老了，他心里面思思念念的一再的强调的就是说，你们要忠于耶和华，你要连住神，你要依靠神，你要忠于神。感谢主，因为约书亚可算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绝对没有第二句话，就是这样子，要大大壮胆。因为遵守律法不是轻松简单的事，所以才要大大壮胆，要谨守遵行。因为上帝的用意是这样才能够去绝你的败坏，能够得着强盛，得到祝福。感谢主，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要追求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和力的一个团体，我们更要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建立这种跟神一个美好的关系。请记得，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你敞开了，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愿意让圣灵来带领你，让圣灵一个充满了大能的圣灵来帮助你来成就这些事情。最后，我们要一起勉励这2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教会的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紧密联系，我们同心来成就这个属天的意象。大家同心的时候，那个能力就会出现的。大家同心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事，神在我们当中实现了。我们做一个传福音、抢救灵魂、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一个教会。第二个，我们个人就是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连接神，得到属灵的信心跟元气。在属灵征战中，我们就要得胜，因为你没有被魔鬼见缝插针的机会。你遇到诱惑的时候，神马上把绳子拉一下，知道你怎么样拒绝这个诱惑，你怎么拒绝这个败坏，你怎么拒绝这个凶恶跟跌倒。那这个是我们跟神最好的关系，因为你要过一个蒙恩强盛的基督徒的生活。感谢主，我们这个礼拜小组的时候，我们有3个小小的讨论，我期待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分享约书亚为什么要对以色列百姓用一个命令的口气来谆嘱咐他们。第二个，我们怎样活出富强教会使命宣言的目标，我们成为一个有亲和力的教会。第三个，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借着圣灵的大能，跟上帝美好的连结，过着蒙恩强盛的基督徒生活。